世界的莲友们，还有我们常住法师，大家好，阿弥陀佛。所以今天呢，6月30嘛，接着师父来为各位报告介绍佛陀说，这在《法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西方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是我们《阿弥陀经》讲的，这是前面是《法华经》讲的。那么各位，佛陀这么说，三界无安呐，这个三界，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异界的，叫异界，欲望的世界。有欲望，他永远都不满足，永远都要贪求，一直拼命的向外追求。所以三界，你一贪，烦恼不断，心不干净，永远都不能清净下来，所以无安啊。三界多灾多难呐，哎呀，所以你们一眼望过去，人有什么？有的很贫穷，为什么有的出生就残障啦？有的人呢，经常在战争呢，有的人是可能出现在一个。哎呀，你看，就最近的蝗灾呀、火灾呀、水灾呀，那个大海啸啊，不断的发生，接二连三呢，层出不穷。就是三界无安，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没有让你能够安心、好好的过日子的地方，没有。犹如火宅，好像譬如就像那个一个房子已经烧起来了，你人在那里面，你能安心吗？没有办法安心的，马上就烧得你遍体鳞伤了。你马上就会断送生命了。你看这么危急，就像那个一个屋子这个住宅嘛，你已经起火了。熊熊的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你看，犹如这个住宅已经起火了被火给烧着了。这个你看，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三界没有安定，众苦充满，所有的痛苦都充满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甚至我们的身灵、我们的身体都受到这个种种痛苦的这种逼迫。生的苦、老的苦、病的苦、死的苦，要求不得的苦，爱的分离苦。各位，你讨厌的人那种相会之苦，各位五阴的炽盛之苦，我们的感觉眼耳鼻舌身意要感觉好啊，希望满足啊，希望幸福啊，但是偏偏没有得不到这种痛苦的五阴炽盛之苦，还有求不得的苦，要求得不到。明明我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求不到。为什么？你前世没有那个福德因缘嘛，你没有种善因善报嘛，没有那个善的因，所以你看你都得不到，所以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恐怖而且害怕的事情，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太恐怖了。在我们的生活，你看我们呢，不是要养子防老吗？抚养这个孩子，我们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都希望下一代很好。但是偏偏孩子等到长大了不孝顺了，有时候为了财产拼命争夺了。你看家庭闹得四分五裂，你看这个多么的怖畏啊！就让人家害怕，心里面心惊胆战，多么害怕！西方净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无有众苦，没有一点点痛苦，但受诸乐，只有快乐。那里面呢，所有什么没有众苦？你看那个地方都是众善人聚会一处，好的人都相会在一起，没有一个来扯你后腿的，没有一个在背后诽谤你的、攻击你的，无中生有来故意陷害你的，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众苦，而且更重要，那个地方不会老，不会生病，不会死，永远的寿命跟佛一样的长久。你看他那边没有众苦，只有享受诸乐，一切都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叫极乐，是极端的快乐，到一个极点呢，叫无上的快乐。所以你看我们要不要去啊？一定要去，我们一定发愿到极乐世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而且是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为什么是真的？各位，佛讲的话嘛，他不可能欺骗我们众生，不会欺骗我们众生，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哦，我们佛亲口这样叮嘱我们、告诫我们啊，说你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发愿，发愿，赶紧发愿，你应当要发愿。应当发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赶紧发愿，发愿到极乐世界，对不对？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遭受到这样一个六道轮回的受生受死这种这么无穷无尽的折磨，就不会了，一刀把它斩断了，永远得到幸福。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的话，要永远记住在内心当中，对不对？永远要记住。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就不要贪求这种稀饭不死的世界，我们要发愿到极乐那种永远享受快快乐乐的日子，好，一直到最后成就你的佛道，这个才是我们最值得保障的，最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追求的方向。希望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啊！阿弥陀佛。